是被炸死了吗？怎么？大眼睛出事了！你最近连断136家地下赌场，他们在暗我悬赏3000万，说要取你性命。你配合条子点了我们那么多场子，今天你必须死！你不是我的对手。今天就是我豁了这条命，也要跟你玉石俱焚！难道我穿越了？姓周的，你欠我们赌场那么多钱，你以为你躲家里我就找不到你了？我现在身上真没有那么多钱了，我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只要能赢1把，我欠你们的钱一定会还上的。姓周的，你还想翻身呢？还真是赌徒心理，病重的爷爷，好赌的爸爸，还有弱小的我。看来接下去的日子不会好过。上次那只是一个意外。别给老子这么多废话，赶紧还钱！哟，我看你这女儿模样还行，你要实在还不上钱，我把她卖进窑子抵债。哎，你要干什么？我的事情跟我女儿没有任何关系，你们别想打她的主意。白月，你别怕，有爹在，爹绝对不会让他们带你走的。这爹虽然好赌，但还算有些人性。你又没钱还，你又不舍得卖闺女，你当我做慈善的啊？有什么事你们就冲我来，别动我女儿。好，你别说我冷血啊，我给你个机会，我们赌2把，只要你赢1次，我就给你3天时间凑钱还债。但如果你输了，500大洋照还，你这个女儿也得卖给我们抵债。叶子，不能答应他们。是，爹，我不答应。我今天要拿不走钱，我不介意再要你1根手指。好，半月，你相信爹，爹这次一定会赢的。果然是赌徒，就算再爱女儿，也信自己一定不会输。你们说吧，赌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各抽14张能赢的底牌，谁的牌的底数加起来最大，谁就赢。有备而来，来者不善。姓周的，你可给我看清楚了，可别说我没有给你机会。请吗？你先开吧。半月，别害怕，爹一定会赢的。你今天的运气一般般啊，看来你女儿是跟我走定了。那也得，你先能赢我再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你现在只有1次机会了，如果下一把也赢不了的话，你女儿我可就带走了。可是还有1次机会呢，只要我能赢1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带走半月。我这爹还真是单纯好骗，被人做了局都不知道。人呐，不死到临头是不会认清现实的。赶紧开始吧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想尝尝这小妞的滋味儿。爹，你别紧张，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输的。赌桌上少给我整这些有的没的。少整那些没用。
哎，小丫头片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半月他不懂得牌桌上的规矩，你们千万不要为难他。你是废物，你闺女也是个废物，赶紧给我摸牌！等老子赢了，我把你女儿带走，我好好教育教育她什么是规矩。在我面前用签还想赢，做梦！你先开吧。54万。那我开牌喽。我这最后2张还有开的必要吗？我之前这些牌比你的总数都要大得多，你输了。赌局就算有输，也要看到最后。对啊，你最后那2张牌你得开出来。好，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是怎么输的。怎么可能？14张牌必须成胡才能算数，你这没有成胡啊！这把是我赢了，这把我赢了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怎么会输呢？怎么不可能？该不会你在麻将上出老千了？愿赌服输，这500大洋，我儿子如数归还。你们谁也别想当我村女的主意。走。禀报九爷，您找的没错，能轻易识破我们的局。这个姓周的他爹就是九爷您要找的人。半月，好在爹今天没有输了你。爹，看来我这爷爷不一般啊！你竟敢拿半月做赌注，我看你是真疯了。要是最后一把你输了，你这样把你女儿输出去，我没有把半月输出去啊！今天我赢了呀！你这个逆子，事到如今你还不知悔改。爹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当年你病重，还不是我用家里最后一个大洋翻了整整20倍给你看好的病啊！要不是我，你早就病死了。你还不如让我病死好呢！之所以不让你碰这行，就是为了让你走正道。谁知道你竟扔了一个赌徒啊！你以为那赌场是慈善堂啊？把把都让你赢，你都忘了你那几个手指头是怎么没的？爹，今天既然我能赢，以后就有翻本的那天。蠢货，你还想翻本？你被下套了，你都不知道。什么？看看这上头是什么？啊！原来他们在麻将上都做了记号，也就是说，今天的牌局我必输无疑啊！哎呦，白月啊，是爹犯蠢啊，爹错了，爹对不起你呀，爹差点就把你给卖了。哎呦，求求你原谅爹，爹以后再也不赌了。爹以后要再赌，我就亲手断了我的右手。小心！来者何人？少在这装神弄鬼的！不愧是九流门的长老，一下子就识破了我手下的奸术。想必前辈就是当年蓝道上赫赫有名的回首前辈。晚辈陆九银，幸会，幸会。我这爷爷果然不是一般人啊！我不知道什么天眼鬼手，
这是我的家，请你立刻离开。别急呀，鬼手前辈。据说当年你金盆洗手退隐江湖的时候，九流门的秘籍千门18诀也随之没了踪迹。今天我来是向您拜个堂口，也来见识见识这失传已久的秘籍至宝。千门18诀，这个时代的人为了1-2本签术秘籍，不惜倾尽所有，却不知道在现在，所有的签术都已被往来公开，那些所谓的秘籍早就被时代淘汰了。喂，你没听我爹说吗？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天眼鬼手，更没有什么秘籍。你们赶紧走！别动手，你不要命了吧？哎，都是文明人，动什么手啊？有话好好说。你就是那个周焕生，听说你在我们赌坊可欠了很多钱呐。啊？我儿子刚赢了你的手下，承诺给我们3日来还这500大洋。你现在又逼迫上门，未免太过得寸进尺了吧？鬼手前辈，你不会以为你儿子在我们赌坊就欠了500大洋吧？啊？看，这是什么？你儿子把你们家的房契可都输给我了。你这个孽障，竟然把我们家的房子都输了！你这是不把我们家败得家破人亡，你是不罢休啊！爹，你听我解释，爹，我只是把房契拿去暂时抵押，没想到最后一把就输了。爹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把房契再赢回来的，相信我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要是能赢得回来，这房契还能在他们手上吗？鬼手前辈，我可没什么耐心在这听你处理家务事。现在你们家的房契在我手上，我随时可以让你们一家3口扫地出门。哼，你想怎么样？我想要的很简单，我们都是蓝道中人，就按蓝道的规矩办事儿。你们和我赌，只要能赢2把，这1000块大洋就是你们的房契，你们收回去，他的账一笔勾销。但是如果你们输了，千门18诀就是我的了。哼，你说的什么？我听不懂。鬼手前辈，我给你的条件都这么丰厚了，你就别在这跟我装傻充愣了。爹，要不跟他们赌2把，这么多钱，要不我们跟他赢2把，赢2把，这些钱就都是我们的了。诱惑越大，背后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。我儿子做下的孽，我们全家承担，但是就是带着我孙女离开这个房子，睡桥洞底下，我也不会跟你赌。你走吧。确定吗？啊，你们欠了这么多钱，就要沦落街头了，还不如跟我赌一把。说不定运气好，一把就赢回来了啊！我爹不赌，我来跟你赌，我来跟你赌。我爹不赌，我来跟你赌，我来跟你赌。你能拿什么让我值得跟你赌啊？还是说你能做主拿千门18诀来做赌注啊？我还有10块大洋，我还有10块大洋跟你赌。那是我们最后的钱了。你疯了！你不是答应半月永远不赌了吗？我有10块大洋跟他赌2把，只要赢了，这些钱就都是我们的了。我们赌债也都平了，你和半月才能过上好日子啊！果然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赌徒的承诺就像放屁一样简单。跟周焕生赌一把也好，到时候逼他拿命做赌注，我就不信这个鬼手不跟我赌。好啊，那我就
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来定，赌什么？炸金花，你我各取3张牌比大小，以大为赢。好。冤家洗，这种洗法不仅能够控制发给自己的牌，还能控制对手的牌。看来今天这局会善良。3张 K， 豹子！哎呀，这把我赢定了。陆九言是故意给爹发大牌，让他觉得自己一定赢，从而加大赌注。给压住，我就10个大洋，全压上。看来你今天的牌运不错呀。那我就陪你好好玩一把。不过你桌上的底也只有10块大洋，最多能从我的底池里赢走10块。这么玩，未免也太没意思。我还可以加注，你可以拿千门18绝来加注啊！我可以算你底值1000块大洋。不行。我虽然不知道什么千门18绝，但那是爹的东西，我绝对不会拿来下注的。那你拿什么加注啊？我赌上我的右手。赌我的右手！你疯了！竟然用你的右手来下注！爹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一定会赢的。爹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翻本的。对对对，我一定会翻本的，会翻本的。回首前辈，你不敢跟我赌，就不要拦着你儿子跟我赌了。说不上他手里有什么大牌，能一把就把我这儿的钱全部赢走啊！我现在已经赌上了我的右手，算作底池1000怎么样？你呢？哼，我跟你。现在我们底池都空了，那就开牌吧。看好了，豹子！真的是好大的牌呀！不过可惜了，我的牌是3个 A， 你输了。不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？陆九言，你跟我儿对赌，当着老夫的面出钱，未免也太不给老夫面子了。哼，为首前辈，捉奸是要捉赃的，你没有证据，怎么证明我出钱？哼，左手袖子，蒙怪的手法。牌在哪儿呢？为首前辈，你莫不是年龄大了，老眼昏花了吧你？周焕生输了，你还有2个机会，是交出千门18绝，还是砍了你儿子的右手？爹，你别管我，是我技不如人。这手，既然他要，那就给他。啊，没想到这时候还有点骨气呀！回首前辈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交出千门18绝。周焕生，看来你在你爹心里是一点分量都没有啊！是，不过是一个连千术都学不会的废物罢了。既然如此，这右手也没有什么必要留着了。
道上的人最讲规矩，说好的3局还没赌完，接下来我赌。好啊，求之不得呀！爹，对不起，我后边去。鬼手前辈，既然你上牌桌了，就不要再耍什么把戏了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要是输了，你这千门18诀就是我的了。那也得你先能赢了我再说。好啊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。你来洗牌。就这么把牌权给我了？当然了，你是前辈，我们当然要尊老重道嘛。也让我们这些后辈好好学习学习，顺带看看你的斤两。请。这炸金花嘛，重在一个炸字。可惜了，今天就只有你我2人，而你呢，手里除了千门18诀，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直接开牌，速战速决，2个 A。红花顺。可惜了，我输了，我就只有2个 A， 该我了。鬼手看似毫无章法的洗牌，实际上早都已经把自己想要的牌藏到牌底。你这么玩，就太没意思了。做人要留一线，哪能把天赋牌都扣在自己手里？还得是您老人家。这样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这把牌就让他来洗，如何呀？小月，你洗牌随便洗，不要怕。小丫头，你可好好洗着，这最后一把牌的输赢，关系着你们全家人的身家性命。这小丫头的眼神儿，怎么让我心里发毛呢？移花接木，通过这种方式，在切牌的时候让对手拿到3个 A， 自己则做3、4、5的牌面去压制对方，手法不错，可惜在我眼里还是太慢。怎么是2、3、4？难道是刚才切牌的时候失误了？还是这个小丫头故意换了我的牌？哼，个乳臭未干的臭丫头片子！刚才洗牌的时候牌都拿不稳，怎么可能看出我的钱数？更何况还是换我的牌。还好，我还有准备。他的签数还真是层出不穷。之前只说了我的赌注，你可还没有下注啊？看来鬼手先生手里的牌不错呀。不过我手里的牌也很不错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好好玩玩。房契，这是你儿子刚才没赢走的1000块大洋。如果我输了，钱和房契你们带走，你儿子的手我们也不要了。我带着我的人马上离开，以后不会
再打扰你们的生活。好，呵呵，别急呀，龟兽先生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如果你输了，我不但要千门18绝，我还要你们一家3口的命。你别欺人太甚！你是第一天混蓝道啊，赌桌上规矩，胜者为王。我永远不会拿半月和我儿子的命做赌注，我可以用我的命来跟你赌。龟兽前辈，你退出江湖多年，你的命不值钱。爷爷，您就答应他吧。事已至此，我们不放手一搏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爹，我也愿意陪你赌，反正我这条烂命，死了就死了，省得以后活着也是祸害家庭。这就对了，这赌注加够了呀，等到最后开牌的时候，那才够刺激呀，是不是？表面上是我们被逼上绝，实际最后他才会落得满盘皆输。既然赌注下够了，那咱们就开牌吧。龟兽前辈，我知道你的牌是天牌，但是真的可惜了，因为我的牌是235，刚好压你的天牌。这怎么可能？235这么罕见的牌也会被你抽中？你给你充老千！规矩是你们定的，牌是你们的人洗的，你说我出钱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小丫头不会发现我换牌了吧？够了！鬼手前辈，哼，看来你真的是老了。既然这样，就交出千门18绝吧！快开牌！哼，快点开牌呀！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看到你们一家人输得一败涂地的样子了。龟手前辈，我可盯着你看呢。当年是我生分看不出来，现在可不一定了。当年，爷爷，我替你开牌。周半月，现在可不是你任性的时候。臭丫头，你是感觉你爷爷必输无疑，是上来送死的是吧？啊！半月，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要置我于死地。不是我做的孽，连累了你们的。哎，半月，半月，你懂什么？别胡闹！未到终局，焉知生死？您说对吧，陆老板？龟手前辈，我原本以为你孙女儿有什么天大的本事，原来是真的来搞笑来了。见过帮人出千的，还没见过帮人快点输了的。今天真是见了世面了。半月呀，半月，今天这把牌局事关生死，不是你过来添乱的。你害得老爷子输了这把牌局，咱们全家都得赔上性命啊！鬼手前辈，牌面已经亮出来，你输了，千门18绝和你们全家人的命也都是我的了。哎，九爷，小孩子捣乱的牌局怎么能算数呢？要不咱们再重新再来一把，好不好？这把咱们好好再玩，行不行？输了就耍赖，枉老子在这儿陪你们玩过家家呢！
识相的交出千门18诀，兴许老子考虑考虑，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老夫学艺不精，这条命你要了就拿去，别伤害我的家人。跟我耍什么无聊的把戏？交出千门18诀，否则你全家人的命，老子一个也不会放过。谁说我爷爷输了？半月，你不懂牌桌上的规矩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，给我退到后面去。按照你们蓝道的规矩，只要你出千了，是不是你就输了？小丫头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说我出钱，你有什么证据？半月什么时候学会的这些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一副牌里面应该不会同时出现2张方块5吧？陆九阴的动作连我都没有发现，我竟然不知道我的孙女还有这种本事。这副牌从头到尾就没人动过，这张方块5是你自己藏到自己手牌里面的。啊！原来是你出老千啊！好啊，这一个丫头片子在这儿扮猪吃老虎，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半月，你什么时候学的千术？平时爹在赌的时候，我在旁边偷看的。哎呀，好家伙，我真没想到我闺女还有这种本事呢！哎呦，陆九爷，愿赌服输，按照规矩，我找到你出千的证据，你输了。想不到我英明一世，竟然输给了一个丫头片子。鬼手前辈，你还说秘籍没在你手上？你孙女有这样的本事，看来你没少教她呀。半月学千术，我可是压根儿就没有教过呀。我要是早知道他学了这手，那我就不会让他入蓝道。没什么可否认的。如果师父他老人家知道九流门出了这样一个天资聪颖的后辈，他老人家也会感到欣慰的。你师父？别来无恙啊，师弟。师兄，想不到堂堂九流门的翘楚，竟然流落到如此地步。是你让陆九阴来找我的。当年你帮着九流门的死对头戳穿我弟弟赵三的千术，害他剁手自杀后，转头以金盆洗手，带着你的妻儿过好日子去。你这样做，对得起老三的在天之灵吗？爹，您之前真的是九流门的人啊？当年的事儿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我们手上，想要他们活命，就得按我说的做。这轮比骰子点数，谁大为赢？真是不好意思，又是我赢了。师傅，今天到此为止，改天再玩啊。
师傅，一会儿咱们找个好地方好好吃一顿。你的妻子和儿子都在我们手上，想要他们活命，就得按我说的做。等等，这个头子有问题。师傅，你放开我！按住！放开我！师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敢在我的地盘出老千，你这只手就阴阳了！当年他们拿着我妻儿的命来逼我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。你知不知道，老三被砍了右手之后，心灰意冷，跳楼自杀，甚至到死都没有想通，他最爱的师傅到底为什么会背叛他？我对不起老三，确实是欠他的。这千门18绝秘籍，你想要拿去吧。有了秘籍，我弟弟的命就能活过来吗？他那么相信你，甚至对你比对我这个哥哥还要好。你初步的签术，甚至是你教他的，可是你却害死了他。你的良心不会痛吗？当年的事儿是我害了老三，我认大认罚，就算你要我的命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只求你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。反赌者10赌10输，可惜有些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想明白这个道理。不，我爹年纪大了，我欠你弟弟的命，我替我爹还。不会堂，想不到你窝囊一辈子，养出的儿子倒有些血性。晚生，上辈子的恩怨不应该牵扯到你们身上。你们费尽心机的找到我，不就想要我一条命吗？我命在这，你拿去就是，我全部还手。谁说要你的命了？你我同出9流门，也算是同门师兄弟，有什么恩怨，我们赌桌上解决。我这条命的确欠你的，但我金盆洗手已久，不会再赌。刚才你不是刚跟我赌过吗？还说什么不会再赌？龟首前辈，你过界了。刚才那是为我的家人我才赌的，现在我已没有理由再赌了。那这个理由够不够啊？你个孽障！你怎么把你妈留给半月的玉佩给输了呢？啊！这可是你妈留给我们唯一的念想了。爹，我只是把玉佩拿去暂时抵押的，拿去还上赌债，好把房契赎回来。没想到就把娘送给半月的玉佩给输了。你气死我了！你爹，是我没有把你教好，我对不起你在天上的娘啊！周慧堂，我不会要了你的命，但我会把你儿子慢慢逼上绝路。我要让你跟我一样，尝尝失去至亲的痛苦。换生是吧？你想不想把你娘的玉佩赢回去？当然想啊！好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。你爹不跟我赌，那你就来跟我赌。如果你赢了，别说玉佩，就是你之前欠下的赌债，都可以一笔勾销。不，我答应过半月的，
以后再也不赌了。你现在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之前你在赌坊可是把你亲生闺女都抵押给我了。不可能！我什么时候把我女儿抵押给你的？好好仔细看看，这是谁的手印？哼，这是你签的？不可能！我就是卖了我自己，我也不可能把半月给卖了呀！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那张白纸，你们骗我，在那张白纸上按下手印，然后才写了卖身契，你们简直卑鄙无耻！现在明白了，完了！我该死啊，爹！我对不起你们呀，爹！我该死啊！但是我真的没有卖女儿啊！他们把契书拿上来的时候说只是暂时抵押，是他们做局骗我，是不识字吗？啊，做局那也得要你心甘情愿往里钻的。当时疏忽了眼，他们打给我就签了。爹是我的错，爹，我不是人啊！赵万金，你我之间的恩怨我认，但是你为什么这么算计我的家人呢？啊，有什么事你朝我来啊！凭什么我弟弟死了，你却想独善其身？这么多年，你护着你的儿子孙女，不让他们接触蓝道，我就非要把他们拖下泥潭。老夫不想欠别人的，这张卖身契是我徒弟偷签的，那这卖身契的500大洋，我一分不少都给你。我不要你们的钱，我只要回我女儿的卖身契。我师傅啊，还是人太好了。要是我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你们我杀了多痛快啊！哼，你就别在这儿得了便宜，还卖乖了你。你们放心，我也不是什么不讲道理的人，只要你们的底池有500，照样可以把它赎回去。你们做梦，都是你们设局害我的！难道这个社会没有王法了吗？这个世界呀，哈哈，有权有钱，那才是王法。你们别为难我爹，我来跟你们赌。半月，半月，半月，这丫头还挺识时务。半月，是爹害了你啊！事已至此，我们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。我来跟你赌。不行，半月，你不能跟他们赌，你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。爹已经错过一次了，让爹来，爹跟他们赌，这回爹一定保护好你。那就别怪我以大欺小。赌什么？好，那就3个骰子，摇大小。好。这头子有古怪。下注吧。10个大洋。好。跟。开吧。开！我赢了！口气不错呀！全都是我的，我的！再来，再来！来！下吧。我再赌10个大洋。好，跟。开啊！我又赢了！手气不错呀！怎么样，半月？我说赢就赢，今天运气特别好。庄家总会先给些蝇头小利，让赌徒产生又迷人的赢了错觉，从而逐步加大赌注，最终被收割。记起来，来！
我又赢了，时来运转了。爹，不光把你奶奶送给你的玉佩给你赢回来，还会让你们爷俩都过上安安稳稳的好日子。还玩不玩了？鱼饵够了，收网吧。今天运气这么好啊，这不赢把大的不可惜了。下吧。我全下了。爹，我劝你见好就收。小丫头懂什么懂？老子现在正是运气正好的时候。小丫头，别的手气这么好，就别拦着了。半月，一会儿你妈要输了，你得抓紧时间跑，我来替你挡着他们，拖延时间啊！爷爷，你别担心，想输了我还没有这么容易。看好了，嘿，我报的，这把我准赢了，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一局老夫赢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半月，你快跑！赵文静，你跟我儿子赌，竟然出老千，还当着我的面，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！捉奸捉赃，你没有证据，凭什么说我出钱？就算我出钱了，你以为像害死我弟弟一样，当着我的面戳穿我的钱数吗？现在你们手上已经没有筹码，这小丫头归我了。你快跑！不行，你别想动我女儿的主意！快跑！等等，谁说我们没有筹码？这里还有10块大洋。小丫头，你不会是想着10块大洋来赢我吧？你想赢回你的卖身契，可需要500大洋。我用这10块大洋赢回我的卖身契，足够了。小丫头，你别以为你刚才识破我的仙术就能赢得了我师傅，头都没长齐，别好高骛远了。小丫头，我欣赏你的天赋，要是你输了，别怪我以大欺小。你们想让我输，没那么容易。口气不小。赌什么？小丫头，老夫不想欺负你，赌什么你来定。那就6个骰子，看谁的点数少，谁就赢。好。这个头中太轻了。摇骰子就摇骰子，还嫌骰盅轻？你没事找事呢？给他换个骰盅。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，竟然连头中都控制不好。臭丫头，不行就下去吧，啊，别在这逞能了，让你爷爷和我师傅赌。你先看。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不好，半月要输了，都怪我，我不该让半月来赌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现在就看半月能不能赢了他了。臭丫头，我看你的骰盅就没有什么必要开了。哼，一柱擎天，你拿什么赢啊？既然你们这么有自信，相信一定能赢，要不加点赌注？叫什么？我现在只有10块大洋，如果我赢了，我就用这10块大洋换取我的卖身契。赌资不对等，我凭什么答应你？师傅，你就是答应他又能怎么样？一个连骰盅都拿不稳的小屁孩，他还能赢你？你是不敢跟我赌吗？如果你输了，我要把你的卖身契改为死契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要废掉你爹和你爷爷的一双手，让他感受我弟弟一样的痛苦。好，
开吧。师傅，你可是一柱擎天的只有一点，任凭他摇出什么，都不可能比你小。这怎么可能？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摇的力气有点大，没点。果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夫老了，不如年轻人喽。还好没说，没想到半月的剑术竟然学得这么好，看来我以前真是低估了这个孙女。我赢了，把我的卖身契给我。你怎么可能赢得了我师傅？你出钱！这个头子和头中可都是你们准备的，凭什么说我出钱？你愿赌服输，既然我技不如人，输给了这个丫头，九爷，把卖身契还给她吧。以后谁也别想再替我签下卖身契。现在赌也赌完了，你的怨气也该消消了吧？我原本确实很生气，但当我看到你如此落魄的样子，我的怨气早就散了。我跟你赌这一局，无非是给我弟弟争回一口气。我欠老三的，只能是下辈子还了。老周，你养了一个好孙女。还好，手还在，差点就给输掉了。你打我干嘛？你个畜生！看着500大洋，你就迈不动腿了不是？啊！竟敢把半月的卖身契都签了，他们今天都是有备而来的。万一要是半月赢不了这一把，不仅是你，咱们一家3口都得没命啊！爹，是我该死，我错了，爹，我对爹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赌了，我求你们了，你们相信我好不好？上一次赌场的人来，再没钱，你也没有想过把我推出去。可这一次，500块钱大洋摆在你面前，你就毫不犹豫地把我推出去。哎呦，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啊！上一次他们是用那个给我做的局啊！你赢了之后呢？你就停手了吗？你就相信你自己能一直赢？你就没有想过我的卖身契在他们的手上？对不起，半月，对不起，爹。果然，世界上最不可信的就是赌鬼的誓言。够了！我跟你说过，你把半月的卖身契签了，我永远不认你这个儿子。爹，你不能不认我这个儿子呀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爹，周焕生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从今往后啊，我跟你这父子关系恩断义绝。我再也不认你是我家的儿子！你不要拒绝我呀，爹，我真错了，你不能不认我这个儿子的，求你了，爹。白月，去给我把笔和纸给我拿过来，我今天我要跟他断绝父子关系。爷爷，爹啊，去呀！爷爷，你别急，我现在去拿。你是我亲爹呀，我可是你亲儿子呀！这半月还是你的亲闺女呢！你见他卖身契的时候，你想过没有啊？啊！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儿子？我真希望我这辈子没有你这个儿子！
我改了还不行吗？我错了，我改了，我不是人，我他妈是畜生！爹，我求你了，爹，你不能不让我回去，我求你了。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做的孽。把断亲书给我签了，你不能赶我走，就像你刚才签那个卖身契一样。很简单，你只要把手印按上就解决了。现在你他妈做不到了！我不能签，我不想签。你不签，我告诉你，你签不签，我都不认你了。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啊！爷爷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爷爷，爹，儿子不孝啊！爷爷，爷爷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是半月。爷爷，您说什么呢？我不是半月，还能是谁啊？半月，他根本就没有学过老千。你就算是看你爸出过老千，也不可能学得这么精。而且，你身上的功夫还有那么高。糟糕，露馅了！你到底是谁？我的半月他去哪儿了？爷爷，我就是半月，不过我是来自100年后的半月。在100年后，我是因为反签被人暗杀炸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就已经在这个身体里面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没有恶意。我从小就是孤儿，我是第一次感受到有家人的感觉。我是真的很想保护你。这100年后，那是个什么朝代啊？那是个律法严明的时代，所有社会中的黑暗都会一点点的被瓦解，是真正的和平盛世。你说你是因为反签被人暗杀，难怪你如此精通蓝道。也许我那孙女半月，她在这吃人的时代也活不了多久。我希望你能用半月的身体，让这个时代永远无毒。爷爷，我会的。好，好啊！啊，你走吧，走吧。爷爷，你这是赶我走吗？我不是赶你走，我是饿了，让你给我去端碗饭来。好。出来吧。爷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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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怕，我现在找医生来救你，爷爷。来不及了，爷爷，半月，我快
爷爷不，爷爷我不去，你告诉我是谁杀的你，我替你报仇，我替你报仇。要保住你自爷爷，爷爷，爷爷。爷爷身上的千门18绝秘籍下落不明，杀了爷爷的人一定是为了秘籍而来。但我在这个时代无依无靠，凭我自己根本没办法找到凶手。爷爷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去找九流门，让他们帮我找到杀害你的凶手。到时候，我定会帮你报仇雪恨。他们在玩什么？他们在玩21点呢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走走走走走。别理他，我来教你。这21点啊，就是先手抽2张牌，然后根据手牌啊，再决定是否继续要牌。最后翻牌时啊，两人的点数谁最靠近21点为胜。谢谢啊。师弟，切牌吧。手法不错，就是速度慢了。大师兄做庄，所以先翻1张牌，另外1张牌为暗牌。我又不是不知道，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啊？大不当，大师兄，我只赌这1张牌，双倍下注。二师兄这么自信，说明他的手牌已经达到了21点。大师兄连续做准，出牌很有局限，看来有输啊。想不到二师兄的签术进步的这么快，我都没有看清楚他的做牌手法。大师兄，你还继续要牌吗？我停止要牌。大师兄的手牌才2张，怎么就停止要牌了？难道他的手牌已经超过了17？好，大师兄，那我可就开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大师兄，承让吧。看来这回师傅给你的零花钱都得归我了。居然真的是21点，大师兄必输无疑啊！不，赢的人是你们大师兄。不懂就别胡说八道，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怕是连牌都没碰过吧？看得懂规则吗？二师兄的点数已经是21点，大师兄的手牌才2张，拿什么赢？还有种情况，师弟，你这次的手法确实不错，唉，可惜了，还是棋差一招。你的手牌到底是几点？ Black Jack 21点。啊？是 Black Jack。Black Jack 是21点里面最大的牌组，遇到任何牌型都能直接获胜。还真被这小鬼说中了。你怎么能拿到 Black Jack？ 所以我说你学艺不精，做牌都不知道做最大。这人天赋不错，若能走正道，
假以时日，必能成大器。哎呀，师弟，刚刚你自己说的大不大？现在你的零用钱归我了。哎，你怎么知道二师兄会输？那种洗牌方式看似在洗牌，实际自己想要的2张牌的位置根本没动，只是在假洗。而雷无影为了拿到自己想要的牌，切牌的时候根本不会影响那2张牌的位置，所以从洗牌的时候开始，大师兄拿到的牌就一定是 Blackjack。因为大师兄比较厉害啊！你这哪来的小丫头？这里是九流门，不是你能玩的地方，快滚出去！哥哥，我知道你输了牌，但是也没必要迁怒于我吧？我，小姑娘，这里不该是你来的地方，你快回家去。我不是来玩的，我是来找九流门门主。大师兄，你别理这小丫头，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鬼，还想见门主？我们门主是你说见就能见的吗？小姑娘，见门主需要有信，你有？当然有。是烽火令，快救门主！是。这确实是鬼手离开九流门时我给他的烽火令。他若非出事，是绝对不会让你带着他来找我的。他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爷爷被人刺杀了，我回家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口气了。他临走前特意把这个烽火令交给我，让我一定要来找您。当年要不是他执意要走，今日这门主就是他的了。好孩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半月。半月，现在你无依无靠，既然你来到我九流门，我就会替你爷爷照顾好你。是啊，半月，以后九流门就是你的家。不，门主，我今日前来不是为了找一个栖身之所。这是杀害我爷爷的武器，请您帮我看看出自哪里。这是西洋赌王樊卓的印记，鬼手怎么惹上他了？赌王樊卓，哪里能找到他？自从他来到龙国，龙国24个蓝道门派全都败在他一人之手。你以为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就算见到他，也只能是找死。雷无阳，不许你这么跟半月说话。你要找他做什么？我不能让爷爷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我要替他报仇。而且杀害爷爷的人还偷走了千门18诀。什么？千门18诀可是我们九流门的至宝，这要是落到了赌王樊卓的手里，那可是……这样吧，3日后我们九流门和西洋赌王有一次赌局，你和程六安一起上场。不行，不行。门主，明明说好的，到时候我和大师兄一起上场。她就是一个小丫头片子，站着才跟赌桌差不多高。她懂什么蓝道？她会什么千人术啊？半月，这雷无影说的也有道理。这3日后的赌局可事关重大，替你爷爷报仇的事儿，还是赢了这场赌局以后再慢慢商议吧。你们不让我上场，无非就是觉得我的签术不如你们。既然这样，你敢不敢跟我赌一把？臭丫头，二师兄的签术实力在整个九流门可仅次于大师兄之下。你才多大？我们摸过的牌比你吃过的盐还多，就别上来丢人现眼吧。雷无影的实力可不容小觑，半月，你就别逞强了。你就说你是敢还是不敢？赌就赌，别到时候输了，哭着说我欺负你哦。半月，门主，既然半月是这么自信，不如
就让他试试。哎，不愧是鬼手的孙女儿，一样的犟啊！你说吧，想怎么赌，我奉陪到底。就赌你们刚刚赌到21点，怎么样？好啊，请。揭牌吧。我坐庄，你发牌。翻牌吧。半月这手牌有些尴尬，如果继续追加，很容易爆牌呀。但是如果不继续追加的话，13点的牌面很难赢二师兄啊。你继续要牌吗？我不追加了吧，我也害怕爆牌。果然是小屁孩，赌博博的就是一个胆量。才13点就停牌，你拿什么赢我？还是稳妥点好。切，胆小鬼！我继续要牌。背着下微笑。那你还继续加牌吗？我停牌。那就各自开牌吧。要不说跟女人玩就是没意思，赢得毫无悬念啊！门主，就这样的废物，你让他替我上场？你就那么自信能够赢我啊？我的底牌是张 ace，21点，你一个13点，拿什么赢我啊？这，我的底牌怎么事儿啊？怎么不可能？难不成你出千了？怎么不可能？难不成你出千了？哥哥，该不会和我一个小姑娘玩，你还要出千吧？当然不可能。那愿赌服输，我赢了。没想到这小姑娘还真有点本事。我刚才还不自量力的教他21点的规则，他心里不会觉得我是个蠢货吧？半月是什么时候将雷无影的牌换了？我竟然都没有发觉。看来是我们小乔这丫头。不行，刚才是我大意了，不算数。有本事我们再来一局。呵呵，行了，跟一个小丫头还玩赖呢。门主，我雷无影，是你自己技不如人。半月不愧是鬼手的孙女儿，有她当年的风范。那我现在可以代表九流门上场和影蝶阁的人对赌了吗？当然，你这几天好好休息，3日后你可有一场硬仗要打。不是约好下午1点吗？怎么九流们还没有人来？不会是当缩头乌龟不敢来了吧？赌啊！你已经连胜了龙光24家蓝道门派，一个小小的九流门，恐怕听到您的声音，已经闻风丧胆了吧？以前听说龙国人精通蓝道千术，没想到也不过如此。龙国人蝼蚁罢了。未战先怯，可不是龙国人的风范。你们九流门没有人了吗？你早说我借给你几个不就好了？找一个女人，也不知道是侮辱我还是侮辱你们自己。你们未免也太自不量力了，带着几个歪瓜裂枣就敢来跟我们影蝶阁应战，简直是自取其辱。对付你们，
我一人足矣。好大的口气！好，既然你们都想输，我成全你们。老规矩，我拿1000万跟你们赌，如果你们九流门赢了，这1000万归你；但如果你们输了，九流门所有的人都成为我的奴隶。就看你有没有底气跟我们赌王赌！之前的24家蓝道门派，可全都输了个精光，不少弟子现在还在赌王的别墅里跪着当清洁工呢。既然我们来了，自然是来应战的。捡钱开局，你们的钱呢？这里是700万。老头，你该不会是老年痴呆吧？我拿1000万跟你赌，你就这700万玩呢？门主，我们没钱了。资不够，赌到后面很容易因为本钱不够而无法开盘。谁说我们没有钱了？这里是300万，加上九流门的700万，够陪你们玩玩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爹，你怎么？白月，爹对不起你，落到现在这个下场，都是我咎由自取。我已经知道你要去找樊卓给你爷爷报仇的事儿，如果你们钱不够，可以打这个电话。我知道我们半月是个好孩子，等事情了了，就远离蓝道，去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去吧，再也不要被我这种烂人拖累了。爹，我们龙国24个蓝道门派皆败在洋鬼子手下，如今你是我们最后的机会。如果输了，那就真的证明我们龙国无人。就算为了龙国，这300万我们必须给你凑齐。好，好，好，还算你们龙国人有点骨气。既然如此，我就陪你们玩。你想玩什么？苏哈，好，我劝你们还是找个厉害一点的跟我玩，不然不到几分钟，怕你们输个精光。哎，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来陪你赌。好啊，请。我是今天的荷官丽丽，既然二位对赌资没有问题，我已经兑换成筹码。按照规矩，一方筹码输光，则赌局结束。为公平起见，双方不可再加码买马。你们可以使用签术，但若是被对方发现，则判输。大家也都是蓝道高手了，我想这规矩也不需要再多说了，赶紧开始。好，赌局现在开始。二位，请验牌。牌没问题。底注10万，上不封顶。二位，请下注。请黑桃石说话。20万。第一把我陪你玩玩。他的牌面很差，而我不仅顺子的概率很大，底牌还是张老 K， 赢面很高。30万。可惜啊，这把牌有点小，我丢了。
真不愧是大师兄，这么轻松就赢下了第一把。总觉得这个樊卓没有这么简单。再来，开牌吧。30万。我丢了。50万。我弃牌。你以为你赢了？殊不知你已经落入了陷阱。我已经摸清了你的打牌习惯，接下来好戏才刚刚开始。30万。太好了，大师兄陆陆续续的已经赢了100万了。这个樊卓一直在弃牌，好像在刻意的让着程六安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审美花狗，你先说话。50万。哼，我跟。轮到梅花 K 说话。我加注100万。怎么突然赌这么大了？这局有点同画面，论单张位不比樊卓强。我跟。只差1张就能成同花了。樊卓现在最大也只是对10，赢面很大。我加注100万。他果然上头了。加注100万。再加50万。好，跟。我是同花，而他的牌面最大的一对10和一对 K 也在我牌面，我就不信这一副牌局里4张10或者4张 K 都能输的。我加注100万。我跟。年轻人，你不再考虑一下？不用考虑。2位，请开牌。我是同花。果然是同花，大师兄赢了。不，还没有。年轻人，早就告诉你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哼！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会是葫芦？你输了。完了，这一把真正输了400万，这可怎么办？再来。哼！加50万。我弃牌。再加30万。我弃牌。我弃牌。我又赢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就好像可以看透我的底牌一样？不好，程六安已经被樊卓摸清了打牌的习惯，这样下去他必输无疑。大师兄，丫头，你懂不懂赌桌的规矩？观者不语，最好把嘴给我闭上。我弃牌。这已经输了将近500万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早说过了，你们这群歪瓜裂枣根本不是我们赌王的对手，一群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家伙，非要上来自取其辱。啊，跟你玩真的没意思，我都困了。接下来我来跟你赌。半月，你不要以为侥幸赢了我一把就能是西洋赌王的对手，连大师兄都落了下风，这个时候你就别添乱了。我可以的，我可以的。门主，相信我，让我替大师兄上场吧。好。大师兄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接下来交给我吧。可是我已经输了500万了，这还怎么能赢回来？有办法的，相信我。好，这才输到这就吓跑了，你们龙国人
也不过如此。接下来我来跟你赌。你，哼，一个小丫头也配上赌桌？笑死！待会儿输了以后别在我跟前哭鼻子哦。小丫头片子怎么了？说不定你还不是我的对手。你大师兄都输了我500万了，你上桌顶多也是输牌的节奏加快了罢了。赌局都没有结束，输赢还没定呢。开牌。这刚才规则也没有规定说现在不能换人啊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陪你玩玩。这个女人能有什么本事？跟她玩，我都不用出钱，光看她面部表情和动作，我就能知道她手上是什么牌。请二位看牌。没有看牌，这是她的习惯吗？你牌面的，你说话。加10万。10万，我跟。请下注。20万。这位先生，您呢？我7牌。加注。7牌，我7牌。加注。7牌。20万。我7牌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又赢了。什么西洋赌啊，连个小姑娘都玩不过。和上次情况一样，刚开始我也一直赢，可是后来却怎么样也赢不了。这个樊卓有点东西。樊卓可是人称不夜修罗，任何人的微表情和动作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你们以为你们赢了，其实真正的对局才刚刚开始。继续开牌吧。他又没翻牌，这女人似乎很相信自己的运气。请二位下注。20万。跟你。50万。我跟你。他的牌面很差，而我是对 K， 几乎稳赢了。我再加注400万。400万，加上前面已经下注了100万，要是我们这局输了，我们就只剩100万了。半月，你还是看一下底牌吧。樊卓能推出来400万，就证明他一定大牌。跟你400万。完了完了，从今以后，我雷无影不会变成这个洋鬼子的奴隶吧？半月，你还是太冲动了。由于今天的规则是不能加码买马，如果一方 all in， 则不能继续加注，直接开牌。既然这样，我这里还有100万的底，如果你想加的话，我就陪你 all in 玩玩。根据我之前的观察，他只有在底牌真的非常重要的时候才会做出这个动作。算了，我还是稳妥一点。我起牌。不是，我没看错吧？他竟然真的起牌了！半月，你的底牌是对尖吗？不是啊，就是一条小二。啊？小二？你敢扎我？你自己不跟我的牌，你怪我？
你别得意，赌局还没结束。开牌。等等，我要跟你换一种玩法。你说吧，你想怎么玩？我跟你玩双人德州，我走大炮。你好歹是西洋赌王，输了一把就要跟小姑娘换一种玩法。没关系，我也很擅长双人德州。关羽，你还是看一下底，这把牌局很重要。不用，小盲玩家请行动。我们20万。40万。大盲玩家请选择过牌或加注。50万。跟你。请大盲玩家先讲话。我们之前这么玩实在是太慢了，要不我们玩个刺激的？你想怎么玩？我们一举定胜负如何？关羽，你别答应他，小心有诈。对，我们整个九流门的自由可都压在你身上了，你可得给我稳着点。可以，刚好我也累了。既然是赌博嘛，那肯定得搏一搏。反正今天最后只有一个赢家，你压多少，我跟多少。好，我 all in， 看最后一张牌。我跟你 all in。最后一张河牌为方片8。既然双方筹码……等一下，钱推完了，但不是还可以压别的吗？你还想压什么？如果这局我赢了，我要你的优手。班主，你别太过分。半月就是个小姑娘，为何要紧紧相逼？你叫她耍我，任何耍我饭桌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当然可以，但要是你输了，我就要你放了之前输给你的24家蓝道门派被你欺压奴役的弟子，还有，我还要你的命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说实话，女人不应该出现在赌桌上。像你这种心浮气躁、沾沾自喜的，连底牌都不看的废物，留给你最好的结果就是一败涂地。居然是弗洛欧斯！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现在，你的优手是我的了。弗洛豪斯确实是很大很大很大的牌，但是不知道大不大得过同花顺。这不可能！得过同花顺？这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是同花顺？你明明连底牌都没有看过。你怎么知道我连底牌都没看过？其实啊，你刚刚跟我大师兄在赌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会观察他的一些小动作，来猜测他的底牌。所以呢，我干脆就将计就计，让你以为我是一个不会看底牌的傻蛋，只会纯靠运气。但是我露出的破绽真的是我的破绽吗？我那些无意间的小动作，真的是我的习惯吗？所以，你从一开始就舍弃我。樊主，从始至终，你才是猎物。你这个贱人！怎么，你还想耍赖不成？愿赌服输，樊卓先生，希望你遵守赌约，放了那些之前你困住的那几个蓝道弟子。不仅如此，现在他的命也是半月的。好，我把那些人都放了，
今天的赌局是我输了，我们走。你还想走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藏牌了。半月一个女孩子，竟然有这么好的身手。说好了赌命，你还想走？你说你好歹是一个赌王啊，输了就算了，你还出千？按照蓝道规矩，我们现在就废了你的右手。对不起，我有眼无珠，我竟然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本事，求你让我一命吧。那如果今天赢的人是你，你会不会大发慈悲饶了我们呢？你废了我们24家蓝道门派，还杀害了我爷爷，夺走了千门18卷。你这种人，你死千万次都不足够。我赢了你们龙门24个蓝道门派，我承认，当我来龙国以后，没有杀害过任何一个人，更何况你们根本就没赢过我，我更不可能稀罕你们的秘籍。哎呀，你都输给我们龙国人了，你还不稀罕我们的秘籍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没有杀害我爷爷啊？那这把匕首怎么回事？这匕首的确是我的，但这把匕首早就被我送人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个人拿它做了什么。你送给了谁？樱花国无相。樱花国。半月，无相手段狠辣，我们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替爷爷报仇，拿回千门18卷。好。对，找他报仇跟我没关系。哎，这么容易就想走啊？没完！樊珠破坏蓝道规矩，故意做局用签陷害龙国人，把他送去大使馆，他的国家自会给他应有的惩罚。好，不是，半月，无相是个很危险的人物，你爷爷肯定不希望你为了他去冒险。门主，我已经决定好了。可是，哎呀，半月想去就让他去吧，凭他的本事，连樊卓都被他耍得团团转，说不定这个无相啊，根本就不是半月的对手。情况不一样，上次跟樊卓的对局也完全是公开的。樊卓是个小人，但行事好歹光明磊落。无相性格狠辣，听说跟他对决的人没有健全离开赌场的。你们不用太担心我，我自有分寸。就算你的实力能够跟无相一搏，你也很难有机会见到他本人。为什么？无相在龙国建了一个很大的血馆，只有在血馆里赢到最多钱的人，才有机会见到无相。那有什么难的？半月一出手，就知有没有。你懂什么？事情根本就没有这么简单。血馆里除了一些在真正玩麻将的客人，甚至有一半以上是无相安插在血馆里的千门高手。只要你赢得多了，他们就会过来跟你赌，直到赌得你一无所有。就算你侥幸赢下那些千门高手，成了最后赢家，也会被送到无相面前。凡是跟无相，最后都没命了。这么可怕，这是玩命啊！半月，要不你还是别去了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去，就算不为了爷爷，像这种毒瘤，我也必须拔出。唉，你真是跟你爷爷一样，决定的事就绝不容易放弃呀。半月，如果你一定要去，我陪你一起去。那我也去。不用，我有更重要的事需要你们去帮我做。啊？既然你已经做出决定，那我就不拦你了。只是你一定要万千小心。遇到什么事儿，都先保全你自己。这钱是你昨天赢到的，就当是你去找雀神的本金吧。我拿这么多就够了。这
这位小姐是想来玩牌吗？我第一次玩麻将，不知道你们这儿的算法规矩是怎么样的。看来又是一条大鱼。我们这一分为5000大洋，翻番128倍封顶。好，帮我换成筹码，再帮我拼3个人。让你找个人跟我们拼桌，你就找个小丫头片子过。一个小丫头片子会打什么麻将？在家里安安分分扫扫地、擦擦桌子不行？别到时候输了不认，还哭着耍赖啊！七位，我虽然是个新人，但是跟你们玩玩还是可以的。你们放心，我要是输了，我绝对不会耍赖的。你的筹码。好，那我们就陪你好好玩玩。我的点数最大，我做主。连牌都理不好费，今天来雀馆是来给我们送钱的吧？摸牌啊！哦，哎，我好像胡了。嘿，这怎么可能？自摸清一色。我们才刚打了1张牌，你就胡了？你确定你是新手？对啊，我没玩过几次，我就是纯粹的运气好。哎，我这个算几分啊？清一色翻5番，一人32分，庄家翻番64分，一人32分，庄家翻番64分。哇，这么多！来，再来，承让！今天老子非把你掏干净了不可！大师兄教过我这个时代麻将桌上的黑话，他这个手势的意思是要8万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的。4张8万，不好意思。又要1筒是吧？对不起，这怎么可能？对不起，怎么什么牌都被他拿了？哎呀，我好像又胡了。自摸双豪华7对，别让老子发现你出老千，不然老子废了你的右手！这个姐姐一直站在我身后，我要是出千了，她早就发现了。我的确没有看到他出千。这局双豪华7对翻5番32分，没吃碰直接胡翻倍，一人64分，64分，这么多呢，这么多，快！这个贱人怎么活得这么快，连出千的机会都不给老子！再来！我胡了。清
色三杠子，字模翻七翻128倍，一人128分。给，再来。我又赢了，胡来！大四喜混一色封顶128倍，一人128分。快！你确定打这张吗？我换一张。谢谢你的气头，我又胡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大三元单调气头被点炮直接封顶128倍，一人128分。你去告诉雀神先生。啊！这才玩几把，4次翻倍封顶，这还怎么玩？他赢了多少钱了？这几把已经赢了700多万。这位小姐，你的牌面有问题，我们怀疑你出了老千。他肯定出老千，不然怎么能这么胡牌？对，快搜他的身。要是他今天出千，他就别想离开血馆。对，既然你们觉得我出千了，那就搜身吧。失礼了。什么也没有。他没出老千，怎么可能连续摸到这么好的牌？是啊，他刚才推出的任何一副牌都是难得千年一遇的，怎么可能不出千？我都说了我没有出千，我是运气比你们好那么一点点。查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也没查到他。哼哼，有意思，带他来见我吧。是。这位小姐，雀神先生有请。小贱人，你赢了我们这么多，现在被雀神先生叫过去，你的下场只会更惨。走吧。哼，你就是那个连赢了我血馆700万的女人。没错，是我。哼，没想到龙国的女人还会有这种本事，我对你很感兴趣，不知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赌一把？那要看雀神先生手上有没有我想要的筹码。哼哼，当然。爹，白月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啊！这里简直就是个魔窟。你就半月是吧？从你赢了第一局比赛开始，我便找人调查你。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你爹欠了雀馆5000大洋的赌资，在水牢里受刑。哎呀，我也是一番好意，希望能够让你们父女可以团聚一番。你既然已经调查过我了，就知道我来的目的。我是来要你的命。你还真是跟你那个倔强的爷爷一模一样。当初我对他也是好言相劝，甚至不惜出重金买他手中的秘籍，可惜他不识抬举，我就只能要了他的命。你这个畜生！哦，对了，说起来，他在死的时候还死死盯着门外，该不会还等着你回来吧？你简直该死！在这里杀不了。你做的这种蠢事，
只会要了你和你爹的命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还有用的很，我可是舍不得杀你。我要你跟我赌一局，只要你赢了，你和你爹我都可以放了，甚至想要复仇我也绝无二话。可你要是输了，我要你吃下慢性毒药，从此以后唯命是从。好，我跟你。好，果然有胆色。麻将梭哈，知道怎么玩吗？梭哈的玩法，扑克的花色变成条子、腕子和筒子。哼哼，哼哼，这是之前被你赢去的700万筹码，我也拿出跟你一样的筹来对赌，谁先输光了，便是谁输了。爷爷，你等我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好。哼，请。你来当荷官吧。嗨，请七筒说话。50万，我跟你50万。请对六说话。加注100万。哼，都已经成队了，还这么小气，可成不了大事。不如我来帮你一把，加200万。我跟你200万。这副牌里可是有4张6筒，看来我这一局我同花顺的概率很大吧？50万。哎，你说你何必这么小家子气？我再加300万，你敢吗？我跟你，我跟你。哼，还真是要什么来什么呀！看来老天爷都想让我这局赢了。我已经有3张6了。你离同花顺还差1张，我就不信你真的那么好命，会出一张5筒，我 all in。这才叫有几分本色。那我就跟你 all in。我底牌是6点，4带1，除非你是同花顺，不然你不可能赢我。果然有几分本事，不过可惜你的对手是我，所以注定满盘皆输。妾身大人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和半月无关。
你要做什么？你得冲我来！他还是个孩子，还是个20多岁的孩子，千万不能让他毁在蓝道上啊！滚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讨价还价？至于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。按照蓝道的规矩，我是不是只要找到你出签的证据，那就是你输了，对不对？哼，好啊，那我就给你这个机会，我可以让你搜身，只要能搜到1张牌，就算是我输了。你身上当然没有麻将，因为你根本没有藏牌。哼，那你凭什么说我出签啊？你出签的证据啊，在这儿。这是我特制的影片，旁人根本看不出来。他手法天衣无缝，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他的签术或许是天衣无缝，但我可是现代传过来，无相的签术在我眼中漏洞百出。因为你太慢了。你无相，是你输了。就算被你们发现我出钱有用，无相可从来不是什么言而有信的人。你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啊？这里是缺馆，我的地盘。进了这里就别想出去。半月，有爹在这里，你快走！爹，你以为你个废物拦得住我们吗？来人，拿下！爹，住手！我跟你。还真是要什么来什么呀！看来老天爷都想让我这局赢了。我已经有3张6了，你离同花顺还差1张，我就不信你真的那么好命，会出1张5土，我 all in。这才就有几分本事。那我就跟你 all in。我底牌是6条，4带1，除非你是同花顺，不然你不可能赢我。果然有几分本事，不过可惜你的对手是我，所以注定满盘皆输。绝世大人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和半月无关。你要做什么，你得冲我来！他还是个孩子，还是个20多岁的孩子，千万不能让他毁在蓝道上啊！滚开！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讨价还价？至于你输了，按照约定，你这条命就是我的了。半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你们来的刚刚好。你这个贱人，敢叫条子来抓我！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单枪匹马的来找你报仇吧？无相，你开设赌场恶意出钱，坏事做尽，杀人如麻，下辈子你就在牢里度过吧。贱人，我死了，你也别想活！小心，我杀了你！开设赌场还敢当我面杀人，全部带走！放开我，走，放开我！爹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半月，之前是爹鬼迷了心窍，想卖了你。爷爷说的没错，我根本就不配给你做爹。爹，你不要再说了，
都已经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这辈子就毁在一个赌字上。你答应爹，以后一定远离蓝岛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再也不会。周叔叔，周叔叔，爹，人这一辈子总是觉得不知足，你赌到最后却落到这样一个下场。爹，如果有来世，希望你不要再赌了。白月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千局有数，龙国不干净的赌场还有千千万万，我的反间之路道阻且长，我要做的是天下无赌。